提摩太前书第3章，这句话通相信。若有人爱做监督，伊是行无好的工，所以监督就无通嫌。只有一个某，安分守己，自制、端正，敖款待出外人，敖教事，无酒醉，无凶暴，反倒爱温和，无三尖，无贪财，敖管理家己的家庭、囝儿，有顺服，事事端庄。因为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家庭，哪会晓管顾上帝的教会？初信者毋通互伊担任监督，则袂自高自大，含着甲魔鬼所受同款的审判。伊伫教会外嘛着有好见证，则免受诽谤，含着魔鬼的罗网。执事相款嘛着端庄，无伤面话，无好酒，无贪财利，着用清气的良心，固守信仰的奥秘。这款人嘛着先互因接受考验，若无通嫌，则互因担任执事。女执事嘛是着端庄，无中伤别人，安分守己，事事忠实。执事应该只有一个某，敖管理囝儿甲家己的家庭。执事的工作若做袂好，本身会得到好名声，嘛通真好胆讲论因对基督耶稣的信仰。我毋望真紧就会去恁遐，毋过行了较慢到，我先写这张批互你，知咱伫上帝的家着安怎生活。这个家就是真活上帝的教会，也就是真理的调教甲地基。大家拢宣认，咱信仰的奥秘是偌尼大。基督显现做人，互圣神认定做着，出现互天使看。受宣扬伫万邦，互世间人相信，受接纳入荣耀。